如果仲有人話公寓唔買得，你將我條片轉發俾佢睇。中山東區唯一一個地鐵上蓋公寓，精裝交付，單價只需要8000幾，仲有酒店託管服務啊，回報率高達6厘。佢首付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上車啦，輕輕鬆鬆喺大灣區做包租公包租婆。未來規劃超班，升值潛力爆燈，山姆超市寶龍城即將開業，自帶7萬平方嘅立體商業街喺度建設緊，6樓咧就有地鐵站啦，可以半個鐘到達廣州。未來高鐵可以3站到達香港西九龍，商業交通配套 Max， 現成配套成熟，生活便利，5分鐘可以到達富日城 Coco City、萬象匯、石岐大新4大熱門商圈，10分鐘可到達中山北站、中山站2大高鐵，去廣州、珠海、返深圳、香港，北上內陸城市旅遊都係非常方便。地段更加冇得頂啦，位於中山東區旗江新城總部，相當於香港嘅中環。聽完我介紹，你覺得呢套公寓值唔值得買？評論區話我知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，可以私信我後台攞詳細嘅項目資料。